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了第18页。那第18页我们解释了就是前面4行，就是讲完了就是圣义谛、法性、法界、究竟实相呢，那这些呢是同义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做解释。那接下来就想要说呢，圣义谛呢，若加以细分的话呢，有二，就是细分的法无我，还有细分的不特其无我。那这种分法呢，是依就是至尊法幢大师呢的分法，然后呢来判别的。因为至尊法幢大师呢，他最主要呢是依着持世菩萨所造的辩中辩论呢，然后承许到说就是不特其如无我呢，也是空性。因为呢就是关于法无我呢是空性这一点呢，那无论呢是谁呢，就是都没有意义。那有争议的呢，就是关于不特其如无我呢，它是否是空性？那以福生大师的派别来判的话呢，福生大师呢，他并不承许说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呢是空性。那不过呢，我们这边主要是以至尊法幢大师的这个见解为主。那至尊法幢大师呢，他依着持世菩萨的辩中辩论呢，而承许说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呢是空性。在这边呢，最主要呢，就是为什么至尊法幢大师呢，他是引辩中辩论呢，然后来承许到说呢，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呢，它也是属于这个空性呢。那最主要呢，就是从引辩中辩论里面的这个尽所行有二。一一缘成实，就是引这一句话呢，然后来做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说呢，持世五论呢，像是辩中辩论，还有像是辩法法性论呢，那这两部论呢，最主要呢是依着唯识中的见解。那像是现观庄严论呢，那现观庄严论呢，它是依着就是中观中的这个见解，所以呢，在解释唯识中见解的时候呢，那法幢大师呢，就是引持世五论里面的这个辩中辩论呢，然后里面的这个尽所行有二，一一缘成实。那尽所行有二呢，一一缘成实，就是以至尊法幢大师他来做解释的时候，他是如何解释的呢？那尽所行呢，这边清净呢，第一个尽呢，指的呢就是指清净。那清净呢，指的就是指圣根本定智。那所行呢，指的说这个圣根本定制的这个所行境呢有两个，那它的两个所行境呢，就是不特其如无我以及呢法无我，这两者呢都是圣根本定制的所缘。所以讲到呢净所行有二，讲到说清净呢指圣根本定制，那圣根本定制所行境呢有两个，那这两个是什么呢？一一缘成实的意思呢，这两者呢都是指它是缘成实，就是说这两者呢它都是我们讲到遍计执、依他起还有缘成实，这两者呢都是依着，就是唯一的一法就是缘成实，所以这两者呢都是缘成实。所以法幢大师呢是这样子来解释辩中辩论的这两句话，所以依着就是尽所行有二，一一缘成实呢，然后来成立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呢，也是圣义谛。至于说像是福生大师的解释方式呢，就是前面就是尽所行有二呢，解释的方式呢是一样的，就是在圣根本定制当中的所行境呢，就是有分为就是细分的法无我以及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不过呢，在解释一一缘成实的时候呢，我们刚讲说法幢大师解释到说一一缘成实呢，是指说这两者呢，它是在就是依他起、遍计执还有缘成实三者当中呢，他们两个呢是唯一呢都是缘成实，所以叫做一一缘成实。那不过呢，福生大师呢在解释的时候呢，一一缘成实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呢这两个呢是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当中里面的缘成实，而是说呢这两个当中呢只有法无我呢，它是属于缘成实，所以一一缘成实呢，它是解释为前面这一句话尽所行有二当中里面呢，只有一个呢是缘成实，所以福生大师呢，他只承许说就是细分的法无我呢是缘成实之外呢，并不承许细分的不特其如无我呢是缘成实。
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圣义谛呢，若加以区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细分的法无我，还有细分的不特起罗无我。不过呢，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在这里呢，也有两派呢不同的这个程序。那接下来呢，就要说，若从空性的属一处呢来区分，就是细分法无我的话呢，可以分为就是20种空性。那20种空性呢，在简略的话呢，就可以分为18空，那18空再简略呢就是16空，16空呢再简略的话呢就是4种空性。那在这里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前面先讲到说，圣义谛呢可以分为细分的法无我，还有细分的不特伽罗无我。那接下来呢，又讲到说，空性从空性的所依处来分的话呢，又可以分为20种空性。那这边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我们前面呢讲到说，空性呢，就是圣义谛呢，可以分为细分的法无我以及细分的不特伽罗无我呢，这个呢，并不是从这个空性的所依处，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施设处，并不是从施设处来区分。就是我们在讲说细分的法无我和细分的不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是从所破呢来加以区分，就是以所破的这个从这个空性的所破来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又可以把它从所破反过来呢，就是分为就是为了遮止掉就是法有我呢，所以安立了法无我，所以为了遮止掉不特伽罗有我呢，而安立了不特伽罗无我。这个呢是从所破呢来加以区分。那接下来呢，从空性的这个所依处来区分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所空处或者说施设处。那施设处呢，说所依处来说呢，就讲说瓶子之上的空性和柱子之上的空性。那它的瓶子之上的空性呢，它的所依处呢，或它的施设处呢，就是瓶子。那柱子之上的空性呢，它的施设处呢，所依处呢，就是柱子。所以呢，当这里讲到说从空性的施设处或者是所依处呢来区分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上面呢就是细分的法无我以及细分的不特伽罗无我呢，并不是从它的施设处呢来加以区分的，而是从所破呢来加以区分。那在陆中论里面呢，就是有讲到一句话，那陆中论它这一句的意思呢是讲到说，就是无我呢，它是为了帮助补特伽罗呢能够解脱。那无我呢，它是如何帮助补特伽罗解脱的呢？那就讲到说，无我呢，它又分为就是法以及补特伽罗这两者呢，就是透由区分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呢，然后来帮助有情呢能够解脱。那在路中论里面呢，他讲到说，就是法及补特伽罗分为这两者的，就是从法还有补特伽罗去分。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呢，要么呢就是补特伽罗，要么呢就是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所以呢，它是从就是施设处呢去区分，就是空性呢，我们在区分补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法及补特伽罗无我。法及补特伽罗无我呢，是从施设处之上呢去做区分的。那这个呢是中观派呢他所承许的。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若从空性的所依处来区分呢，就是从施设处来分的。那这个呢，就跟中观中呢所承许的，就是依着施设处呢，可以分为这个法以及补特伽罗呢是相类似的。不过呢，在这里呢，它特别呢是讲到说，就是细分的这个法无我呢，如果我们来区分的话呢，可以分为就是从空性的这个施设处来区分。那就是可以分为就是20种空性。那20种空性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等等的，就是20种空性。那这20种空性呢，收摄就是18再收摄就是16。那16种空性再收摄就是4种空性。那4种空性呢，再收摄呢，也就是可以收摄为2种，也就是呢细分的法无我以及细分的补特伽罗我。但是在这里呢，为什么只收摄到4种空性呢？那我们等下呢再来讲。那先讲到说呢，就是20种空性。那20种空性呢，说是从施设处来分的。那是如何分的呢？就讲到说，第一个是内空，第二个呢是外空。那内空呢，指的呢就是指我们心绪所摄的法。心绪所摄之法之上的空性呢，叫做内空。那外空呢，就是非心绪所摄的法，心绪所摄法以外的这一些
法呢，那这些法之上的空性呢，称之为叫做外空。所以呢，从所空处来做区分的话呢，那就像人们现在所比喻的，就是在这两者之上呢，两根手指头分别是代表就是由心绪所摄的法，以及呢非心绪所摄的这些法。那这两者呢区分之后呢，那上面的这个空性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所谓的内空呢，就是它的所空处呢，就是心绪所摄的诸法为所空处。那心绪所摄之法之上的这个空性呢，以及非心绪所摄的诸法之上的空性呢，就空性这一点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内空还有外空呢，他们这两者空性的所破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施摄处，它的所空处，一个呢是心绪所摄的诸法，那另外一个呢非心绪所摄的诸法。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说由空性的这个所依处呢，或者说施摄处来做区分的时候呢，空性本身没有任何的差别，而是在于它施摄处呢有差别，所以是以此来做区分的。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知道说在20空性里面呢，又有有为空和无为空。那同样呢，它也是以它的施摄处呢来做区别，就是空性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在有为法之上的空性呢，就称之为是有为空。那就像是在瓶子之上或者柱子之上的空性呢，都可以称之为是有为空。那无为空呢，就是在无为法之上的空性呢，那称之为是无为空。所以我们讲到说，以这个所依处呢，或者说施摄处来区别空性的时候呢，空性的所破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它只不过呢是在于它的施摄处，或者说呢它的所依处之上呢有所区分之外呢，那空性本身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边我们就要了解到说，这里所讲的所依处来分的时候呢，它所有的这个空性，无论说在这里是指说唯识中呢，它所讲的呢空性，只是说外境成立的这个空性也好，或者说呢它是指说二取空呢也好，那总之呢，无论它指的是哪一种呢，就是它的所破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就是只不过呢是在它所依处之上有差别的缘故呢，来区分这个不同的空性。所以在了解了就是这里所讲的所依处呢，或是施摄处来区分空性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上面，就是圣义谛呢又分为细品的法无我以及细品的补特伽罗无我呢。那这两者呢，并不是从施摄处去分，因为这两者呢是从所破去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补特伽罗无我呢，是指说补特伽罗之上的空性叫做补特伽罗无我，那补特伽罗以外的法之上的空性呢，叫做法无我。这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去区分的，就是这时候呢，唯识中他在区分就是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他是从所破去分的，所以从所破去分的时候呢，跟他的这个施摄处呢就没有关系，因为它可以是同一个施摄处。比如说呢，在补特伽罗之上。补特伽罗之上呢，你所遮止的呢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之实体有的这一分呢，那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如果你是在补特伽罗之上呢，你所遮止的呢是补特伽罗外境成立的这一分的时候呢，就是你所成立的是补特伽罗外境成立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它就是细分的法无我。虽然说它的施摄处呢都是补特伽罗，但是呢，你可以在补特伽罗之上呢去安立补特伽罗无我，或者是法无我，或者说呢，补特伽罗以外的任何一法，或是瓶子，你在瓶子之上呢去遮止真实独立的实体有的时候呢，那就是瓶子之上的补特伽罗无我。那你在瓶子之上呢去遮止瓶子的外境成立的这一分的时候呢，所成立的就是瓶子之上的法无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唯识中呢，他在安立细分的法无我，还有细分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就不是从所依处去做区分，而是从所破的生细呢去做于区分。细分的所破除之后呢，所安立的呢就是法无我；粗分的所破呢破除之后呢，安立的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说，就是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那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呢，是从施摄处呢来做区分的呢，就是唯有应成派。应成派呢，它所谓的法无我以及补特伽罗无我呢，是从施摄处去做区分的。那
除了应成派之外呢，那秩序以下，那当然秩序以下就只有秩序跟唯识，因为一切有不合经部呢，它不承许有所谓的法无我，所以在承许就是空性的中义里面呢，就是秩序以及唯识呢，它在承许就是法无我以及不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都是从所破呢去承许的，就是由所破的粗浅呢生气呢，然后来安立不特伽罗无我以及法无我。那从所空处、施设处呢来区分法无我以及不特伽罗无我的呢，也只有应成派而已。就是如果将空性呢，就是分为就是20种空性，或是18空、16空、4空等等的，那这个从空性的所依处来做区分的话呢，那这个无论说是唯识中秩序派或者是应成派呢，那他们承许的全部呢都是一样，全部呢都是从所依处呢来做区分，这个呢就不会是从所破之上呢来做区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那就这边呢，就想要说，就是细分的法无我呢，它的事项呢，就可以分为就是色即直色之量呢，直异空的空性。那还有呢，就是安立色这个词语的基础，色志向成立空的空性，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空性。那这两个空性呢，就是这两者呢，对于唯识中来说呢，都是最细分的这个空性。那不过呢，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说这个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这个空性呢，就是我们讲说呢，这个空性呢叫做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那下面这个呢，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呢，那会把这个称之为呢是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那就是第一个呢，我们所讲到就是色即直色之量呢，就是直异空的这个空性呢，那它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成那论师还有法称论师，就是主要呢是从量论的典籍七部量论里面呢，在讲到空性的时候呢，只有安立了就是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这个空性之外，它并没有讲到呢，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空性。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说，就是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空性呢，最主要呢是出自于七部量论，也就是出自于陈那还有法身大师的论点。那至于说呢，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呢，它最主要出处呢是出自于无着菩萨的这个菩萨地论，还有色称论，就是色大乘论、色称论还有菩萨地论里面呢，那在这两部论里面呢，就是这个也是讲述唯识中的这个见解。那在这菩萨地论呢，还有色称论里面呢，就讲到了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所以我们可以分别透由七部量论以及呢无着菩萨所造的菩萨地论和色称论里面呢，了解到唯识中两种不同的这个细分的空性。就是这个呢，最主要呢，就是在宗喀巴大师出世之后呢，然后才做了如是的判别。因为在宗喀巴大师尚未出世之前呢，那对于这些前期的这些祖师呢，他们大部分呢就是只安立了，就是依着七部量论，依着就是成那大师以及法身大师的论点呢，然后抉择出唯识中的空性呢，就只有直色，就是只有安立出了这个色即直色之量呢，直异空的这个空性呢，或者说我们讲的外境成立空呢，是唯识中的最究竟的见解之外，他们并没有安立说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他们没有办法安立趋入境志向成立空这个呢为唯识中究竟的见解。那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会把宗喀巴大师呢称为是雪域，也就是藏地的这个唯识中的开大车轨。那宗喀巴大师会称为就是雪域唯识中开大车轨，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宗喀巴大师呢，他抉择出了就是说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志向成立空呢，这一点呢是唯识中的究竟的见解。那
把这个呢称之为是观待分别义知的见解，就是因为宗喀巴大师呢，他提出了这个观待分别义知的这个不共的这个见解呢，然后安立了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趋入境自相成立空这一点呢视为空性。那宗喀巴大师他最主要的依据呢，也就是无着菩萨的这个菩萨地论，还有色称论。那关于这部分内容呢，就是在宗喀巴大师他所造的就是了不了义的前半部，也就是关于觉舍唯识中的究竟见解的地方呢，那透有很多理路以及依据呢，然后来抉择出了就是趋入性志向成立空这一点呢，也是唯识中的究竟见解。那同样的呢，在克楚杰大师所造的这个中观大纲里面呢，它里面也讲到说，就是因为宗喀巴大师呢，他抉择出了就是观待分别义知的这个见解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雪域的这个车轨，就是他最初呢讲述了这样子的论述，所以能够称之为是雪域的车轨。那人们界说他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之前的这些祖师们，还有说这些前辈大德们呢，有这样子说过，就是我们在念偈颂的时候呢，会讲说这个雪域车轨宗喀巴。宗喀巴大师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雪域的这个车轨呢？大车轨，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是藏地的这个大车轨？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宗喀巴大师他抉择出这个观待分别义知这个见解的缘故呢。那在宗喀巴大师之前的这些大德呢，就是没有人呢，就是有安立出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自相成立空呢，安立为唯识中的空性。只有呢宗喀巴大师出世之后呢，才去安立了这一点的缘故呢，所以把宗喀巴大师呢称为是雪域的大车轨。那就是人们先说他有就是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讲法，那当然是经论上面是没有特别看到，但是很多的这个传规里面都是这样子做解释的。所以呢，这边讲到呢，就是色即直色之量呢，直异空的这个空性。那为什么说色即直色？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空性呢？为什么称之为叫做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呢？因为最主要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色外境成立呢，就是透由根知呢所看到的。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所破呢，最主要是根知所显现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呢，它是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这个见解。也就是呢，就是在唯识中之前的这个中义师呢，就是经部中，像我们在学心类学的时候，还有色类学的时候呢，我们会承许到说色还有直色之量呢，他们二者呢是因果的关系，就是先有了色之后，色为因，那支持色的这个眼知呢是这个色的这个果，所以这两者呢是因果。既然是因果的话呢，那因果二者呢是直相异，这一点是四部中医共同承许的。但是呢，唯识中呢并不承许这一点，因为唯识中呢认为色还有直色眼知呢，就是直色之量呢，这二者呢它并不是直相异的，他们两个是同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呢是透由同一个习气醒觉之力呢而去安立的，所以这两者呢并非直相异，而是直一的缘故。所以呢，在讲到说，所以色和直色之量二者呢，并非是直相异的，他们是直异空，就表示他们是两个直一的缘故，所以他们是直相异的空。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说，就是外境成立这一点，就是遮止了色外境成立之后呢，然后能够成立色即直色之量呢，直异空的空性。所以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唯识中呢，它承许色即直色之量，二者呢是并非是直相异的呢？因为呢，它是由同一个习气醒觉之力而生，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唯识中呢，它是承许说呢，就是直色眼知的这个习气呢，它醒觉力量呢，可以分为两分，就是能够醒觉这个直色眼知的这个习气呢，它可以分为两个，它一分呢就是成为色的体性，那另外一分醒觉之后呢，成为直色眼知的体性。所以呢，色还有直色眼知二者呢，并非是直相异，他们是直一的。为什么把这个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这个空性呢，称之为是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这个见解呢？因为这个空性呢，它最主要成立的呢，就是色即直色之量二者呢是直相异的。
二者并非是直相异的，二者并非是直相异的。那能够见到色即直色之量呢，二者是直异的呢，最主要是透由无分别根知，就是眼知呢见到的缘故，所以它是从破除所破之后呢去安立的缘故，所以假如说是观待着就是看到所破的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根知的缘故，所以呢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先知道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色即直色之量呢，直异空的这个空性，然后把它称之呢就是观待无分别呢根知的见解。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讲述到了就是色为全色之身所趋的去入境志向成立空。那为什么把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呢，称之为是观待分别意志的见解呢？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呢，主要就是从七不量论。那七不量论呢，就是从很多就是不并存相违的这个理路呢，然后来成立就是色即直色之量直异空的这个空性。因为我们讲到说色呢，它是全色之身的所趋入的去入境。那这个如何来了解说色是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入境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就是先做一个东西的比如说，当这一支笔呢，就是之前还没有人发明笔，那有第一个人呢发明了笔之后呢，他一定是先做好了笔之后，呢，那有一个人呢去命名说，哦，这个东西呢叫做笔，就是有具备什么样作用，形状呢是这样长长的，然后呢它能够写字。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笔。所以呢，笔这个名称呢，笔这个声音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呢，就是笔做完之后呢，就有了笔的这个声音，并不是的，而是先有了笔之后呢，然后有一个人呢，透由声音分别心呢去命名，去为它命名说，哦，这样子的东西呢叫做笔。那等到我们之后呢，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看到常常能够写字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说它叫做笔之后呢，那我们的内心呢，讲到笔的时候呢，分别心自然而然呢就会现起笔的这个形状，笔的这个形象就能够现起笔的这个形象。所以笔的这个声音呢，并不是说笔做好之后呢，它就具备了笔的这个声音，而是之后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去安立之后呢，它才叫做笔。所以呢，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入境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安立这个东西叫做笔呢？并不是说笔一做好之后它就叫做笔，而是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了解了笔的这个状态之后呢，了解说笔的这个诠释笔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我们讲笔的这个声音呢，它并不是在笔那一方的境上去成立的。因为如果是笔那一方境上直接成立的话呢，那应该还没有把它命名为笔之前呢，任何人看到这个东西呢，都知道这个东西叫做笔。但是并不是，就是要透由分别心去安立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东西呢叫做笔。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安立色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一开始呢，先有康为色。有了康为色之后呢，我们才去安立说，哦，康为色的这个东西呢，把它称之为叫做色。所以并不是说在色之上呢，就有一个能够诠释色的这个声音。因为如果说色法之上呢，如果在色这个境上呢，本身就能够去安立全色的声音的话呢，那应该任何人看到康为色的时候呢，都知道这个东西叫为色。因为呢，不是这个的缘故呢，所以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入境呢，志向成立空，指的呢就是说，全色的这个声音呢，它并不是原本就在色之上呢就能够去安立的，它是透由后来的分别心之后，我们才去安立它叫做色。如果呢，全色之身是在色这个境之上本身就能够安立的话呢，那应该任何人看到康为色的时候呢，都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色。所以呢，因为不了解的缘故，是要透过后来分别心去安立，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它叫做色的缘故，所以才要说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入境。
也就是呢，色并不是在全色之身呢，并不是在色这个去入境之上呢，它本身就是自相成立的，所以呢，它是在去入境之上的自相成立空。就是在了解了呢，就是色呢，就是为全色之身所趋入境的去入境自相成立空之后呢，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呢，就是有同样呢，就是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讲到说呢，就是色呢为直色分别的直持境，那同样呢，色为直色分别的直持。色为直色分别直持的去入境自相成立空，就是同样呢，也可以用这个呢来做了解，色为直色分别的去入境自相成立空。那这个呢，就是了解到说，同样呢，我们在安立色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直持色的这个直色的这个分别之呢。它也并不是说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色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了解说它叫做色。因为呢，如果说就是这个色的这个直色的这个分别之呢，它如果说一开始看到色就知道说它是色的话呢，就表示说色呢，它色的这个形象，我们一开始或说色的这个能权的这个声音，或是我们直持色的这个心法，要是一开始看到色呢，就能够了解它是色的话呢，就表示说它本身呢是在色之上呢，就是自相成立的。但是因为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才会讲到说呢，色呢是直色分别的去入境自相成立空。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有讲到，就是呃，以下唯识宗角度来说的话呢，那就是第十成立、圣意成立、真实成立、圣意中成立、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呢，那这些呢都是同意的，就是以唯识宗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讲次哦，就是刚仁切呢，就是补充到呢，就是以唯识宗来说呢，就是第十成立、圣意成立、真实成立、圣意中成立、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那这些呢，都是同意的。那刚刚呢，就是有人说再讲一次，那我再重复一次哦，就是第十成立、圣意成立、真实成立、圣意中成立、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自相成立。那这个呢，对于唯识宗来说呢，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回到呢，就是刚讲的这个去入境呢，自相成立空的这一点呢，那我们用比较好理解的例子来做说明的话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叫做小明，或是小黄，或是任何一个人。那小明的这个能全身呢，小明能全身的这个去入境呢，他要是自相成立的话呢，是怎样？就是表示任何人呢看到小明的时候呢，都知道他叫做小明，就是不需要特有命名，因为小明能全身的这个去入境呢，它本身要是自相成立的话，应该任何人看到他都知道他叫做小明。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呢，就是出生之后还没有命名的这些小孩子呢，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小孩子，我们不知道说他叫做小明或是小花，所以由此可知呢，这个能全身的这个去入境呢，它并不是自相成立的。因为这个去入境如果是自相成立的话呢，那应该任何人看到这样东西或是看这个人的时候呢，都知道该如何的称呼他。但是还没有透有分别去命名之前呢，我们并不晓得该如何去称呼他。所以这个能全身的去入境呢，它并不是自相成立的。因为如果是自相成立的话呢，那就应该任何人看到呢，都能够知道他叫做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可以了知呢，就是色即直色之量，一直空的这个空性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切法之上呢去安立，就是只能安立在色法之上。因为像是在了知上，或者说像是就是心法，或者说不相应刑法之上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安立呢，就是色即直色之量呢是一空的这个空性。
是呢，如果是讲到说趋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空性的话呢，那无论是设法、心法、心不相应刑法、常法等等呢，就是一切法之上呢，我们都能够去安立这个趋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空性。那就是这里呢，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智方成立呢，是不是跟志向成立二者呢，应该不是同义的？因为呢，智方成立是和所知同义，那志向成立呢，是指说不包括非空性的这个常法。那仁波切说呢，他可以就是了解到说，说着这个问题的，就是问题在哪里？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讲说，就是在了解就是秩序派以下的见解的时候呢，秩序派它是承许说就是静和心二者要和合。什么叫做静心二者要和合呢？那秩序派呢，秩序派它最常举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只要说这个幻术士的这个譬喻嘛。那只要说幻术士这个譬喻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观众呢，就是看到幻术师他把这个木头啊、小石头呢，能够幻化成象马等等。那能够幻化成象马呢，最主要是因为说幻化的这个物品，就是树木还有小石头呢，它要沾染到这个密咒。那同样呢，去观看这个表演的这个观众呢，他的眼睛也要沾染到这个咒粉。就是物体呢要沾染到咒粉，那观众呢也要沾染到咒粉，这两者合合之后呢，那观众才会把这个木头啊石头呢看成是象和马。所以以这个譬喻呢来讲述到说呢，就是二者心境二者呢要合合。所以呢，就是因为承许这一点的缘故呢，所以会就是承许到就是志向成立，志方成立呢和所知二者是同义的呢，他会认为说就是因为呢，境上一定要成立，因为境上如果不成立的话呢，那没有办法所谓的就是二者合合，心二者合合是无法安立的，所以才会讲到说呢，一切法呢都是所知，就是刚刚说一切法呢都是所知，一切法呢也是智方成立，所以它会区别呢，就是智方成立呢，还有志向成立呢，二者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呢，仁波切说，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安利呢？就是在思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会问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把静智方成立呢，就是静的智方成立，还有智方成立二者呢，就是混为一起，就是会觉得呢，就是空性以外的，像是所知还有常法呢，会认为说它是智方成立，但是呢，它并不是智方成立。为什么会认为说它是智方成立呢？他会认为智方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承许呢，就是秩序派以下呢，讲到说就是心境二者呢都是和合。那心境二者和合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境呢也是智方成立的，那心呢也是智方成立，就是心和境二者都是成立的，所以静的智方成立呢，因为静智方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就不得不成立呢，就是静呢所知还有常法等等呢都是智方成立，所以一承许到就是静的智方成立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你要承许像是所知常法等等呢，它也是这样成立，所以透有这个理路呢，就是成立了说就是空性以外的这些常法呢。它是智方成立，但是呢，它并不是自性成立，就是会问这个问题，最主要呢是以这个理路呢，然后来做思维的。那人们界是说他的想法呢，就是自性成立、智方成立还有自相成立这三者都是同意的，那都是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意思是一样的呢？因为之前呢，就是在讲秩序派的见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说，以秩序派来说呢，自性成立、智方成立还有志向成立这三者呢都是同意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呢，你在理解的时候呢，你是认为说是静的智方成立，还有智方成立这二者呢是一样的。那人界呢，他是说他的想法，他是认为说智方成立，还有说静的智方成立这二者呢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人们界说呢，他认为说就是我们两者呢，就是人们界和你的想法呢，就是在理解有
不同之外呢，但是意思呢是一样的。那不过容切这边呢就要开始反问您了，就是您刚是说就是自性成立呢，它不包括空性以外的这些常法嘛，对不对？我觉得，谁下谁？我觉得不对。容切说他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这样成立的话呢，那像自性成立呢，还有自性这二者呢，是不是常法？那自性成立它本身是不是自性成立呢？所以自性成立它就包括了就是非空性的常法啦，因为自性成立它本身就是自性成立啦。